上門餵養寵物火爆，有人喺海鮮平台落單，上門餵貓酬勞30，更有人出高價1200，指定年輕貌美女性上門幫手餵狗，結果隻狗都未食飽，已經餵飽自己。青春一代去旅遊或者係出遠門唔得閒，請人照顧寵物本來係好事，結果俾唔少有心人盯上，從治癒孤獨變成製造風險，真係離譜至極。當然啦，我講嘅係日本，唔係中國。日本寵物行業規模龐大，貓貓狗狗總數約為1590萬隻，已經超過日本15歲以下嘅兒童人數。日本少子化情況之下，已經出現寵物代子化嘅現象。喺日本，貓嘅數量係884萬隻，狗嘅數量係700萬隻左右。貓市場消費預計喺2025年達到2.9兆日元，寵物食品市場規模約係40到60億美元，年均增長4%至5%，逐步走向高端化、功能化同健康化。上門餵養嘅興起，亦帶旺寵物服務行業。上門餵養本來呢幾年係興起嘅剛需副業，價錢正常係30至150蚊一次，節假日旺季貴啲都係200以內，聽落去都幾合理。但係呢一個咁正經嘅行業，有人突然之間開咗貼文，標價1200一次，仲要指定係美女上門。1200，你隻貓係咪要食燕窩？定係你餵嘅唔係貓而係人呢？先嚟講下餵貓服務點解興起。第一，獨居嘅年輕人越嚟越多，返鄉過年、出差旅遊，貓咪留喺屋企，總要揾人照顧。第二，行業門檻低，唔需要專業技能，熟貓咪就搞掂。第三，揾錢容易，有兼職貓托師，春節期間一日跑20單，一個星期賺咗15000，比打工仔嘅工資仲要高。上門餵養呢一個新興副業，可以幫年輕人解決兼職同就業問題，正常價30至100蚊左右，但係偏偏有人標價1200，呢一個天價餵貓單根本就唔係幫貓咪鏟屎倒沙咁簡單，而餵貓只不過係借口，真正服務嘅可能係人。除咗有男人發帖文尋求寵托師之外，亦都有唔少靚麗寵托師主動發帖。某25歲青春一代喺平台發帖揾寵托師，結果有女性主動報高價，聲稱特別用心，但係細看內容，字裏行間充滿暗示，例如陪伴貓咪，順便陪伴你。一旦確認訂單，呢個交易就脫離咗寵物嘅範疇。有人專門包裝成為高顏值寵托師，頭像擺晒健身相，介紹寫到有愛心又細心。不過實際嘅目的係透過貓認識或者係接近男性，甚至搞曖昧。本來應該係青春一代揾人照顧貓，結果變成女人借貓嚟照顧男人，簡直係荒謬又危險。作為男性，我哋嘅風險有幾大呢？第一，安全隱患，獨居青春一代將鎖匙或者係門禁密碼交俾陌生人，風險有幾大就唔使我講啦。貓咪冇事，可能屋主出事。二，財產風險，屋企貴重嘅物品俾人偷，或者係俾人偷拍，事後好難追責，因為大部分寵托師都係兼職，根本就冇公司背書。第三，貓咪或者係狗狗喺照顧期間受傷或者係走失，責任唔清唔楚，寵托師被寵物抓傷又點算？要救返行業，必須幾方面一齊搞。行業標準化，推動寵托師認證，好似家政工人咁樣，要有培訓同備案，收費要有標準，亦都要透明，唔可以隨便標價。平台監管亦都要加強，例如實名認證、敏感詞過濾、陪伴主人之類嘅詞語直接屏蔽。最後就係男性自我保護，遇到超出正常嘅價格，唔好心思思想試下，要保持警惕，盡量選擇正規平台，唔好隨便將屋企鎖匙交俾陌生人。小編最後想講，有時候主人唔得閒，貓咪狗仔確實係需要被照顧。上門餵養寵物本來應該係一份治癒孤獨嘅服務，點解要被污染成為灰橙陷阱？貓咪狗仔本身就係純粹嘅治癒來源，唔應該被有心人攞嚟做其他服務。要令寵物主人放心嘅話，呢個行業要守住底線，唔可以再畸變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